民國最浪漫詩人徐志摩，由刁振邦聲演。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，我輕輕的招手，作別西天的雲彩。相信大家對徐志摩呢首新詩《再別康橋》絕對唔會陌生，但係除此之外，你又對佢本人認識幾多呢？今日星星講故事，好榮幸邀請到徐志摩上嚟同大家傾下偈。徐志摩你好，我知道你出身商業世家，早年曾經有個實業救國嘅夢想，當時嘅情況係點嘅呢？正如先生所講，我出身於商業世家，而父親亦非常鼓勵我學習經濟、法律同政治等相關學科，所以我一開始考入北京大學都係修讀法律嘅。不過中國呢段時間陷入軍閥割據時期，各地民不聊生，所以我決心尋求救國良方，並且喺1918年去到美國克拉克大學修讀銀行學，取得學士學位之後，再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讀經濟系，順利取得碩士學位，希望學以致用，實業救國。照你所講，一切都好順利嘅，但係呢度就有一個疑問啦。你明明已經具備金融經濟知識，理應可以開展實業救國大計㗎，點解你又會突然轉投文學界嘅？咁係因為我喺1919年受到五四運動思潮影響，加上留美期間我拜讀英國哲學家羅素嘅著作，並得到啟發，興趣亦開始轉向文學。1920年，我下定決心前往英國康橋大學追隨羅素，點知佢早已經離開康橋。雖然追隨羅素嘅好夢落空，不過留喺康橋生活呢2年，絕對稱得上係我人生最大嘅轉捩點。雖然你喺康橋2年之間並冇取得任何學術成就，不過回國之後就開啟咗自己嘅文藝之路啦。冇錯，1922年我返到中國，除咗寫詩同散文之外，亦涉獵到編輯雜誌、書籍等工作。1923年我基於個人興趣同賞識印度詩人泰戈爾嘅詩集《新月》，於是用新月2個字嚟創立新月社，後嚟又成立新月書店，創辦同主編新月月刊等。大家耳熟能詳嘅《再別康橋》，最初就係刊登喺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之中。留居康橋係我人生最懷念同最美好嘅一段時光。我希望藉住呢首詩讚美康橋嘅風光，以及表達我嘅不捨之情。徐志摩嘅詩感情強烈，熱情昂揚，加上佢嘅感情生活豐富，被人形容佢浪漫得無可救藥。可惜1931年，徐志摩搭飛機喺濟南遇到大霧，飛機撞山，徐志摩葬身火海，享年34歲。雖然徐志摩輕輕的來了，又輕輕的走了，不過佢短暫嘅一生已經為後世留低好多動人嘅作品。特別係新詩方面，佢用字華麗而富有浪漫嘅色彩，加上佢大量吸收同融入西方詩詞嘅格律，令到每首新詩都具備咗音樂節奏同韻律美，為中國新詩開創咗全新嘅方向，貢獻良多。